打3个字就可以，写打祷告会，好，打祷告会，它就会跳出一个要5个字啊，主任设定，然后它会有一个连结，好，连结按下去，它就会告诉你签到成功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蓝美底这个今年的祷告会啊，好，希望能够来推动这个记录，好，因为咱教会祷告会除了现场来参加，咱嘛没点名，只有算人数，好然后还有我们在线上参加祷告会，好也不知道从哪边点名啊，好，所以咱今年开始就是要来推动这个用签到好跟记录的方式，安尼好让也让资料也让更加来完整啊。好，咱今天天气早上很冷啊，今嘛应该还好了，现在比较好穿外套就好，好进来里面就比较温暖。好，咱来互相亲安一下好不好？好，咱来彼此来请安。好，说很高兴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在这边祷告，很高兴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在这边祷告。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在这边祷告，来亲安一下，互相请安。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一同站立，将我们的心敞开，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
姐妹请坐。是的，主，我们相信你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最深的平安。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邀请神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举手来敬拜。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中与你面对面，领受那除你以外别无他求的满足。主啊，愿刚才我们所宣告的每一句歌词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求你让我们在结束这场聚会后，依然能带着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的心志，在生活中活出你的荣耀。愿你的灵持续引导我们接下来的聚会，让我们的心时刻与你相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各位兄弟平安。先讲一个题外话吼，少年枵雄车跋饼，食老卡起身体冷，药仔排排规桌顶，要食较来大大仔紧。所以少年时阵爱保重身体吼，较免食包啊足济吼。今仔要讲的题目，我是毋知要哪讲啦，就反正我白讲啦，所以就慢谈。申命记并毋是现在基督徒常常看的一本册，但是早期的基督徒甲主耶稣以及当时的犹太人共款，拢时时咧思考一本册内面的教示。申命记是4本常常被新约引用的旧约之一。另外3本是以赛亚、诗篇，还个创世纪。伫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故事中，耶稣证明耶稣对申命记的教示拢真实。伊3摆用申命记的经文来回答试探伊的。伫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第7节甲第10节，第10节讲，耶稣讲，人活的毋是干那活靠饼，是活靠上帝的喙所出的逐句话，毋通试探主。第7节，你的上帝。第10节，着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当然，迄个时阵无新约，基督徒甲犹太教，基督教甲犹太教拢重视申命记。因为内面上重要的诫命就是第6章第4节、第5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申命记这本册是70书一本，意思是第二律法。也是中国的律法，佫是摩西所传讲的，所以人讲佫较好的名称是圣约的传讲、圣约的宣讲，其中有包括摩西伫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进程，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一寡话。申命记、甲出埃及记、甲利未记、甲民数记。所记载详细的规条拢无共款。这几卷册是咧讲，迄几卷册是咧讲会幕以及其中的装扮以及其他的事，特别是咧教示祭司甲利未人所记载的。但是申命记咧讲的是说倒变，申命记咧讲的是甲每一个会众咧讲的，是用简单的话语将上帝的要求对百姓来宣告。申命记咧讲到祭司甲利未人的时，也是对一个平民的观点来讲因就是律法的车赛甲教师，佮劝百姓爱去支持因。当摩西对百姓讲话时阵，百姓拢聚集伫摩押的原地，遐是一个土地肥的产业、青翠的草场，而且对原地佫会当看到耶利哥甲约旦的平原。摩西得到上帝警告，知影讲家己的死期要到，就组织百姓，提醒因，互因纪念上帝的恩慈甲大权能的拯救，佮互因勇气来信服，佮甲因警告，爱离开偶像甲别个罪恶，因为这是对游牧生活要进入农业的安定生活需要的约束。伊将第一季伫山顶的火中上帝赐的10诫，佮重新讲出来，佮一季解说10诫的意义。煞接伊佮将伊过去伫无共的时间所领受的律法，佮定讲出来。这个律法中有一寡大概是以前因的列祖的时留落来，佮有一寡是伊留伫好利山的时。上帝所晓悟的、晓录的，佮有一寡是上帝伫不时咧教示的时所指示的，而且佮做以色列所伫
伫所应允的迦南地之南。这个律法的上好的总纲，会使用2节经文来包裹起来，就是你着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佮听主比亲像家己，也就是路加福音10章27节、28节所讲的，就会得到永远我。新约圣经引用申命记，甲论讲申命记的经文有超过80几以上，所以要了解申命记真正意义，甲接受内面的信息，就必须要爱对这引用的经文搁较深的研究。申命记的中心思想，大家来讲是被应允的地维持甲上帝的立约关系，重点是听甲顺服，强调选民必须要专心听上帝，佮遵守伊的诫命，通得到久长的福气甲稳定。申命记主要概念是独一真神，甲专心听主，这是这本册的灵魂。上有名的经文是申命记第6章第4节甲第5节，讲以色列也着听，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这就定着了以色列爱拜一个神的信仰根基。申命记是摩西伫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进前，对这新的一代的子民临终的遗言。伊个提供西奈山的律法，强调这个约毋是只有干那互因的祖先，也是互当时以及未来每一代人。申命记讲了真，咧清楚咧讲2条咯，就是福甲福。好甲福2条路，顺服上帝就得到福。伫地上久长，背逆佮军队外邦神明的会受咒诅，甚至亡国灭裂。圣洁的生活甲社会公正，伫信仰上毋是干那只有敬拜祭祀，佮是表现伫日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申命记一直强调对善食人、对寡妇、对孤儿、甲寄居的照顾，强调建立一个公义、佮圣洁的社会。敬拜的中心是独一性的，是为着防止偶像的崇拜。申命记强调爱伫耶和华所选择伊的名所设立的所在来敬拜，这也是后来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申命记是一部新的律法，伊一直咧提醒百姓，上帝的拯救并毋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公义，是出于上帝的听甲信息。所以百姓应该用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回应这个恩典。申命记内面有一寡重要思想，是用特别的字句，一直重复强调来表达。用心甲研究这个思想，就会当真用伊来掌握申命记的内容甲信息。这个思想会当分做7种。第一个就是做奴才甲被赎回。伫第5章15节讲，第其实恁以前伫埃及地做奴才，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快力，带恁对遐出来，带恁对遐出来，因为安尼，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守安息日。以色列人毋通袂记节，恁伫埃及地做过奴才，埃及常常被称作奴才的家。第二个就是美好的产业。上帝将真水的地赐予百姓，是流奶甲蜜的地。伫申命记6章30章，上主对恁的祖先立誓应允的，要赏赐因甲因的子子孙孙的土地。第三个就是上帝的听，
以色列百姓爱伫听属耶和华因的上帝，就专心、专情、专力听伊。伊伫恁的列祖，伊听恁的列祖，所以竞选因的后代，亲身用大权能带因对埃及带出来，也就是伊先听因。所以以色列百姓也着做敬畏耶和华因的上帝，也着敬畏耶和华因的上帝。第4章第10节，讲上主对我讲：你甲我召集人民，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互因伫世间的日通敬畏、学习敬畏我，佮教示因的后代，而且佮爱服侍伊，忠诚军队伊。第5章7节讲：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11章28节讲：你若毋顺趁上帝、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偏离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去军队，你毋捌的性命就会受咒诅。你若顺趁上主，就会将因遐个王交伫恁的手，互因对世间消失，无一个会当对抗恁，直到恁消灭因。第4个重要思想是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人民爱听耶和华的话。伫申命记5章1节记载讲，着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恁着学习，确实遵行，要做伊圣洁的国度，做上帝的子民。因为咱是兄弟，所以因需要看顾遐个不幸的，以及出外人、甲孤儿以及寡妇。第5个就是耶和华的祭坛。所有礼物甲献祭，拢要带到上帝所选择对恁的支族竞选的所在来敬拜伊、祈求伊。22章第7节讲：伫遐恁甲恁的家眷，就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啉食，为着伊伫恁所做的一切，甲恁祝福来欢喜。第6个就是罪恶甲洁净。一切罪拢爱受审判，特别是拜偶像的罪。伊第7章25节讲：恁着将因雕刻的神像用火烧掉，毋通贪神像身躯顶的金银，嘛毋通摕来做家己的，则要因为安尼受灾难，因为这也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的。对同罪的刑罚，治理的人嘛袂使顾惜，讲你毋通听叹伊，毋通同情，毋通笑伊，嘛毋通暗护伊。安尼以色列众人听到就会惊，无人敢去做一款可恶的事。就安尼。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第7个就是祝福的应允。喺申命记3章20节讲：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伫约旦河迄边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然后恁才通倒来我赏赐恁做产业的地。当上帝祝福互以色列百姓。伫因的对敌中间享受平安了，伊会听恁7章13节讲，伊会听恁祝福恁，互恁兴旺，嘛会伫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要赏赐的地，互恁生大济济，佮互恁土地出产五谷、新酒、甲新油、牛仔囝、甲羊仔囝，加添真济。假使伊确实遵行伊所吩咐的，伫申命记第4章40节讲：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
命令恁伊的规例甲诫命，恁着遵守，互恁甲伊的后代通得到福气。而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久长徛起，因手中所办的一切代志，拢得到兴旺。伫申命记第2章70讲，上主恁的上帝伫恁做逐项事拢祝福恁。恁行伫即个跨大，恁伫这40年，恁行伫即个跨大的旷野，伊拢甲恁看顾。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同在，恁拢无欠啥物，因拢有通食，而且佫饱足。6章11讲，有厝底真侪好米，毋是恁积住的；有乌好势的水井，毋是恁挖的。是有葡萄园，敢若树，毋是恁栽种的。到恁逐项富足的时，而且是随心所欲，照恁的意思，这个拢是祝福的应允。这就是上帝听以色列人耶和华的子民，将因赎回，佮赏赐因美好的产业。所以爱建立耶和华的祭坛，爱洁净家己。消除罪恶，就要得到祝福的应允。以上这个是申命记内面的一寡思想，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佮爱听厝边嘅亲像家己所讲的，就是得到永远活。佮有听叹，佮顺服上主，佮是爱表现伫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带来逐项代志，拢得到祝福。我咱共读申命记的记载。中，伫咱申命记的记载中间，对咱的灵命会当提升。咱做来祈祷，听我来天父，阮感谢你，敬送阮做你的子民。阮伫申命记的教示内面，知影听你、听人、听探你的旨意，甲顺服，搁去行，就要带来逐项事拢得到祝福。阮拢得到你的祝福。也要成就别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再次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晰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深夜望，深夜守望，向你求。
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他心就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最秘密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意识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意识中，宣告你国度降临。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丰盛长老今天晚上的信息分享。那生命记的确是一卷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书卷。在生命记当中，有上帝给我们的清清楚楚的应许，白纸黑字，非黑即白，跟数学一样，1+1就会等于2。那他上帝我们怎么样遵循，我们怎么样聆听，上帝就会把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那感谢丰盛长老把他在这几周的读生命记的感动做了整理，让我们能够来看见这些生命记当中给我们的祝福。虽然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一卷不常读的书，但是我们透过现代中文译本，我们透过不同圣经的版本，你会发现上帝的话简单扼要、清楚明了。当我们愿意遵行，就必定蒙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的话简单扼要、清楚明了。上帝的话简单扼要、清楚明了。只要遵行，就必蒙福。只要遵行，就必蒙福。那在这边牧师也要来报告一下，我们在今年的祷告会当中，要请大家一起来协助的，就是我们要做祷告会的出席的记录。所以如果你有到现场来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在入口的地方，可以扫这个 QR code。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好牧人的这个系统当中会有记录。那如果您是参加线上，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在教会的官方 LINE 上面打5个字祷告会签到，或是打祷告会，那它就会跳出连结。那这样记录呢，是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资料库，能够知道每位弟兄姐妹参与祷告会的记录还有情形，以及我们整个教会当中要怎么样让这个祷告会能够来让更多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投入。去年我们的祷告组总共开了1年开了9次会8次还9次，那就是一直要努力来让我们的祷告会能够成为全教会的祷告会，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或是只有固定的人，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这个祷告聚会当中，虽然有的没有办法到现场，但是我们有在这个线上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在今年我们的祷告会的安排，我们会除了会有每位长老轮流来分享他们在灵修笔记在读经上面的学习收获，跟弟兄姐妹分享外，那每个月会有一次的333祷告会，所以下一个礼拜是333祷告会。那我们的主题是为新年蒙福祷告，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新的农历年过年当中，我们也要来一起来为在农历年当中，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那只是我们要把这个333祷告会时间呢，为了让大家时间不会错乱，所以我们一样是改回到8点，但是地点会在新堂。
那我们还有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敬拜赞美的祷告会，好，透过敬拜赞美的祷告会，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操练在敬拜当中，好，能够用心灵诚实，能够在祷告当中来更深入，能够与主来相近，好，能够更加有祷告的火和祷告的动力，好，那每个月会有一次的见证会啊，好，就是这个各牧区的分享和见证。好，那可以让我们在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投入和参与。好，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祷告会，好，是属于迦南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弟兄姐妹能够借着代祷，好，借着我们所攻祷，让我们的世界社会国家，也让我们的教会的肢体，也让我们的身边的家人，好，我们所代祷所求的事项，都能够看见上帝要应许和成就。好，我们这时候要来进入我们的攻祷事项。好，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世界国家社会来祷告。好，虽然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为不同的事项，好，但是我相信成为基督徒，好，就是要为这个世界来守望，好，让我们来守望，就能够看见上帝在世界，在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心意啊。那我们首先要为在最近在印度的西孟加拉省爆发的这个利百病毒，好，或是叫做利帕病毒啊，好，那所造成的疫情，好，那造成在亚洲许多国家的警戒啊。好，那虽然还没有扩散，好，或是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好，但是已经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好，那也求主能够在印度还有周遭的国家掌权，以及在强化边境的监测跟防疫的应变呢，好，都能够来严防疫情来侵袭啊。好，因为我们在新冠病毒这5年当中，好，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好，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求上帝来保守，好，让这个病毒呢能够得到控制啊。好，那它是比较跟蝙蝠有关的，好，跟这个食物有关的。好，第二个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好，特别是我们的邻国，好，也发生重大新闻，就是中共的7人剩下5人，5人现在剩下2人哦。好，就是军委副主席啊，好，被宣布落马。好，所以这是新闻说是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风暴。好，所以这个中国的核心7人呢，好，现在呢又少了1人哦，好，只剩下2个人哦。好，那所以这个几乎整个中共的全党，好，所有的权力呢，好，都定尊在习近平1人的身上。那我们也祈求上帝的国能够早日临到世界各国，好，特别也是中国，也在我们的台湾，好，使世人都能够归顺在上帝的治理底下，好，也能够脱离极端极权的高压的统治啊，好，能够有上帝所赏赐，好，如同我们在生命记当中所看到，上帝给人的选择权，好，是有得选择的，我们能够做出自由选择，选择祝福，而不是选择咒诅。第三，我们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城市。好，桃园一直号称是幸福城市，全台最年轻城市哦。好，不过依然也是很不幸的，好，桃园的出生的人数呢，好，近3年也持续的减少。好，那桃园在去年的出生人数呢，好，只有13000人哦，是从这个2000几年，好，2012年吗？还是20什么？升格直辖市以来第一次生不如死，好，所以桃园也是跟全台湾一样好，就也是出生的人口数不如这个死亡的人数好，虽然我们桃园有很多的生育的补助，但是专家认为这个生不如死的现象呢，不论是在中央或是地方，都应该要再次思考生育政策，做调整。好，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下一代或是年轻人的一代，好，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好，而且这个世界对他来讲非常的忙碌好，结婚是后面的选项，好，然后呢，生小孩是后面的选项好，但是在早期的世代呢，好，结婚就到一个年纪，好，怎么样，家人都要把你给他嫁出去，好，想办法都要把你娶进门，好，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下世代呢，有很多的自己可以做决定和选择，好，但是我们要思考就是好，这样上帝的心意到底如何？好，还有求主也在下一代当中能够显明上帝的作为，好，来回应上帝造男造女的呼召，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回应上帝好给我们的生命，好，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世界，特别为印度、为我们的国家、为中共，好，为这个集权的社会，还有为我们的城市，为桃园，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这段祷告要请慈雅执事来带你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在祷告会当中的聚集。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世界为着印度这个国家的利百病毒，求主来掌权，能够止息这些的扩散也能够使亚洲能够的各国都能够得到平静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天气的当中赐给我们健壮的身体。主也保守我们不受这些流感的威胁。我们也求你来看顾特别在中共的政坛上面的变动，以及在这个世界的局势当中，主求你亲自来掌权。主让这个世界上极端集权的国家，主都能够有你的话语，有你的真理来光照，也能够让上帝所喜悦的不是只有人治，是神治，是以神为主让上帝的国早日临到。我们要为我们的桃园城市来祷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城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是一个健康的城市。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守望。主求你让我们的这个世代接下来世代主都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能够在人生的规划生涯规划当中有美好的安排，有上帝美好的展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们。全能的阿爸爸上帝，当我要顾记伫你的圣所内，为着3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是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阮知即马伫咧印度爆发的致死率高达75%的利百病毒，造成医护人员集体的感染，引发亚洲多国的警戒。有助伫咧印度和周遭的国家掌权，让他们有足够的医疗资源面对这波疫情。也强化各国，包括我国边境的监测与防疫的应变，严防疫情的侵袭，让这波利百病毒可以早日得到控制。所以来，我们为着中国来祈祷。最近，他们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布落马，这是中共政坛的以来最大的风暴，也要把他们的权力都定尊在他们习近平总书记一尊，祈求上帝的国早日临到世界各国，使世人归顺在上帝的治理，脱离极端集权高压的统治，也保守台湾全体的国民能一致认同这块土地是彼此休戚与共、安身立命的家园，同心同德捍卫台湾国家主权与尊严。最后，我们来为桃园的生育率摆在你面前祈祷。桃园近3年的出生人口持续的减少，已经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虽然有各项的生育补助，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有所提升。恳求主速告야寄回，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可以制定调整生育政策。求主在后一代显明上帝作为，回应上帝造男造女的呼召，也帮助我们基督徒可以继续做见证、传福音，在现有的人口上增加属灵儿女的人数。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教会，为迦南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在教会去年的经常费还有专账的费用的支出收入上面都能够达到平衡。好，那我们也要为新的今年2026年教会的经常费的预算是1675万。那另外我们还有专账的预算有149万，所以2个相加是在1800多万。好，那我们也求主能够来供应赏赐，好，让迦南教会也能够有上帝的供应，好，能够打开天上的府库，好，更也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好，愿上帝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好像在我们生命记当中所看到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好，在每一个支派，在每一个产业，在每个上帝所赏识的各行各业上面，都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啊，好来爱主，好也能够得到30倍、60倍、好100倍的果实，好也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把上帝的祝福好能够奉献在主的面前，也大家都能够甘心乐意奉献来见证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要来为这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邀请台北复兴堂的刘子俊牧师，来做生命讲座的分享。好，那可能我们第一次来邀请他，但是这个讯息有传到其他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很高兴，说哇，子俊牧师要来桃园，请问要不要报名？然后呢，几点可以进场？可不可以先保留座位？然后他们说他们的小组要整组都要带过来这样子。好，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在这个下午的生命讲座，好，能够让弟兄姐妹好来更多的来对生死的议题好能够有更多的清楚的看见。好，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属灵生命，好，包括慕道友，好，或是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盼望与安慰。第三，我们要为在教会70岁以上的单身的松年来代祷。好，那在教会的最近的统计，我们教会会友当中70岁单身的松年长辈呢，就是丧偶或是未婚，或是现在还是独身的呢，有超过将近100位有100位。好，那特别在农历年前，好，我们也有一次单松的聚餐，好，希望也能够和这些长辈长者，好，能够让更多耶稣基督的爱，还有迦南教会的温暖，好，让这些长辈们好都能够充满温馨与幸福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经常费的预算、专账的预算，还有为这个礼拜天的生命讲座，还有为这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单松的长辈，我们一起来代祷。好，这段祷告邀请允琪小组长好来带领我们大家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在过去1年的经费上面都有上帝的供应和恩典，也能够看见成长。我们要把今年的经常费还有专账的预算都要再次交托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亲自来预备供应特别是我们的财务的工作同工，还有每一位在使用经费这上面，我们都能够做主中心的好管家。上帝所给我们的5000，我们能够赚得5000；给我们2000，我们也能够赚得2000。主给我们1000，我们也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赚得1000。愿上帝你使用我们的金钱，让我们用金钱来荣耀你。主啊，我们要来为着在教会这个礼拜有生命讲座，要刘子俊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求主你也祝福在这样的聚会当中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生命能够被眺望、被造就，也能够让这一次的分享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同蒙祝福，在属灵生命也能够蒙恩蒙福。我们要为在教会70岁以上的单身的松年长辈来为他们祷告祝福，求你保守他们在年长的时候即便虽然是单身，但是有主你的爱住在他们的心中，有圣灵你常常居住在他们的心中。主要让他们都不孤单，能够有主同在，也让他们在教会能够享受教会的生活在家中也能够有上帝你所供应的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咱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咱特别来为着教会来向你祈祷，将一切需要甲人拢交伫你的手中。主啊，咱要来为着教会今年的经常费预算1675万，以及咱的专账预算149万，来向你来仰望，求你供应教会一切需要，也赐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手中所做的工，无论是伫工课，是伫家庭，也是伫服侍中，拢会使经历对你来的稳定。愿咱的奉献毋是出伫勉强，若是出伫甘心乐意。主啊，咱要
为着明仔载下晡3点要举行的生命的讲座来向你来交托。求你互子俊牧师的分享以及伊的话语，会使充满对天来智慧，会当真正的传递喜乐的性命，甲永远的盼望。咱嘛要特别来为着本会70岁以上的单身的少年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用基督的爱来环绕因，互因真正感受到教会的温暖甲关怀。愿你亲自填满因的心，互孤单变作陪伴，互等待变作盼望，互每一个心拢充满温馨甲幸福。主啊，愿你继续来带领咱的教会，行伫你的心意中，将一切荣耀尊贵拢归乎你。以上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台语讲了比我较好，我在他22岁阵台语阁袂晓讲安尼，嘛是爱神学院毕业以后，随梦听起来好像有点在方言祷告，不过上帝知道我们听有安尼咱都有这个翻方言的恩赐上帝嘛，互咱听咱的祈祷。最后，咱要为着咱教会集体来祈祷咱伫这个谢宗良老师伫顶礼拜六暗时受主恩召要来伫2月7号拜六9点半要去举行日念甲个别礼拜，然后会化了下晡1点半要伫台北来做受葬所以愿上帝安慰的神甲为着同在。第二，咱要为着这个尤昌玉弟兄伊也伫这个拜一受主恩召来享受78岁，伫2月7日拜5要来举行日念甲个别礼拜，然后要伫这个五九统山来做安放也求主安慰神甲为着地地这个昌玉兄有4个后生第3是为着新宇的妈妈新宇的妈妈文琪文琪姐妹伫顶礼拜六病危即马伫桃园医院伫加护病房未清醒即马也有咧安排要伫安宁求主也看顾即个文琪姊妹甲伊全家求主也来有同在。第4也要为着即个曼双的阿嬷月香姐咱进前有伊祈祷伊有对即个病院出院出院了后佫有手诊诊起来，所以佫送急诊检查，暂时也未找到原因伊即马96岁求上帝保守活乡者有主的平安甲伊同在。第5也要为着黄大和弟兄顶礼拜气管这个萎缩住伫民生的病院在治疗中间，个岳凤姐嘛为出血伫台北在住院求上帝也看顾大和兄岳凤姐拢会当早一日来复原也当平安出院第6要为着这个碧兰姐妹先生刘荣明弟兄伊完成这个心脏的瓣膜手术伫台中荣总已经来出院嘛登到厝顶礼拜嘛去探访拢进步了真好，来感谢主嘛为着单位徐惠美师母牧师娘伊的这个倒蕊的目睭要来已经正蕊完成即马佫有一蕊2月2号正蕊的这个水晶体手术也求上帝看顾手术让当一切顺利佫有为着家军的4姐罗玉娇是这个腰椎滑脱但是这个手术有风险所以求上帝安排伫3月手术会当真顺利会当伫玉娇的姊妹身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甲最后是这个泰山即马伫长庚的这个分院的治疗所以虽然无真大艰苦但是即马表达有困难也求上帝来保守这个泰山兄弟伊的心灵来当平静安稳的心有主的稳定伫该地点咱为着泰山兄家军的4姐玉娇，佫有这个
的先生刘荣明兄甲惠美师母，还有黄大和兄甲岳凤姐，甲岳香姐，还有新源妈妈文琪，甲为着昌玉兄，甲松郎老师，咱为着这机体，咱做伙为着因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这个时阵也为着阮所有摆咧伫主面前，这个机体兄弟姊妹来向主献上祈祷。感谢你也互这个谢老师甲昌玉兄拢会当伫来，虽然阮唔甘伊的离开，但是阮相信拢有主你的安排，也要为着文琪姊妹即马伫加护病房，求主你也甲伊指定，互伊会当有主你的怜悯，有主耶稣的手放伫伊的心中。互伊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也有主你的平安活命甲伊同在，也要为着活乡者求主你看顾伊保守伊会当一切平安稳当，也要为着黄大和弟兄甲为着岳凤姐，因即马伫病院中间，也求主你甲因同在，看顾因，也保守伊，一切拢会当真平安顺遂，会当早一日来健康出院，也要为着农民兄的手术来感谢主。甲惠美牧师娘的这个正蕊的目睭要做手术，也求上帝来特别看顾甲保守。主啊，咱要为着这个家军的四姐玉娇姐妹来祈祷，求上帝看顾伊伫3月的手术会当真顺遂，会当来对伊造成利益甲帮助，也当来经历主耶稣基督的作为。甲为着泰山兄，求上帝你也来看顾保守因，主啊，完将这个机体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上帝，你听阮伫这个所在所献的祈祷，愿主你也亲自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用1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个人需要代祷的事项，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担心的事项将咱辛苦带病，也是咱心肝底的烦恼，咱当利用这段时间，咱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咱为着世界社会国家，为着教会，为着集体祈祷，也为家己来祈祷。咱1分钟的时间来为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即阮暗时会当来到伫教会祈祷会来亲近你。主啊，阮也感谢你，阮拢过去这样最罪恶的奴仆，总是主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并且你赏赐那迦南美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的美好产业，成为我们的应许祝福。更让我们上帝，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爱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要来敬拜你，敬畏你，要来荣耀你。求主也再次来医治我们弟兄姐妹，或是我们身上的，不论是身上的疾病身体上面的软弱，或是心中的忧闷，或是灵里面的捆绑，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上帝你的灵要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你要带来医治，你要带来平安，要带来喜乐和恢复，让我们能够恢复起初的爱，恢复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主要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用更多的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谨守遵行，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上帝。主要愿你也赐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学习爱人如己。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亲对弟兄姐妹再次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
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互阮暗时当伫遮组织祈祷，也相信当阮祈祷的时，做祈祷就最有气力。祈祷的时，就当摇动主你的手。主，阮这个时阵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立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个一摆拍婆啊，来感谢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咱按时的祈祷会到这，好，咱彼此来祝福，好，彼此来请安，好，平安。